63岁综艺大姐大白冰冰2013年因为被好友郭美珠指控压榨资深艺人通告费，以及涉嫌福报节目补助款1950万，两人从挚友反目成仇。对于白冰冰不解自己为何和他翻脸，郭美珠直指白冰冰看钱重于情，并细数他3宗罪，痛斥对方见人矫情。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白冰冰和郭美珠从10几岁就认识。郭美珠感慨表示，自己在白冰冰低潮时常拉她一把，像是她的戏一般，歌手的砸60万买片头，偏委屈，但她却让白冰冰免费置入，没想到最后两人竟反目成仇。郭美珠提出3个例子，直指白冰冰看钱重于情，像是当年白小燕基金会义卖，有一幅泼墨画因乏人问津，郭美珠便站出来喊20万，没想到旁人拱她出25万，郭美珠答应了，但她要求要加上马英九身上那条黄领带，最后什么都没拿到。